后来继续是政坛的焦点，民进党的总统初选，伫协调小组的安排下，蔡总统甲赖清德伫昨下晡来会面，两个人讲点外钟，但是无交集。赖清德主张爱行完这个初选的定数，蔡英文是表达着现任优先。也毋过，民进党的总调郭建明来澄清讲，这蔡总统并无讲现任优先这个话。不舒服。民进党立委讲若无爽快，无想要加讲话。4月7日蔡赖会，民进党总调郭建明作为参谋讨论，到底双方讲啥物？绝对没有提到现任优先，这一点我先在这里澄清。昨天在谈的时候，没有谈到现任优先。这场会面就伫7月下晡，伫党中央安排的包括总统蔡英文、民进党秘书长杜英泰、总统秘书长陈菊甲总调郭建明、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、气运沉重、精神发言都惊造成分裂，而且传出蔡英文表达现任优先，赖清德主张行完初选定数。1点钟的会面，会后个人讲个人的话。总统蔡英文伫会后，嘛伫赖群组传出这张图片，因为有理，因为台湾。当片内容写着2014年9合1保障提名，所有连任县市长。我想意见有差距是正常的，那协调小组也要尽力的去完成彼此的共识。嘛传出因后初选到5月，民调赖清德让蔡英文3%。这样爱之士卒害之，努力的帮蔡总统的政策论述或者各方面的表现，而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。蔡赖会看起来那破局，不过基层无愿意看到党内分裂，所以来就看中这回安怎做决定。